日本特大災難隨時降臨，南海海槽大地震發生機率上調至82%，死亡人數可達322000人。東京直下地震發生機會率70%，估算遇難人數23000人。富士山爆發機率上升至30%，受災人數超過1500萬人。千島海溝大地震，27米高海嘯最快10分鐘到達北海道以東沿岸。特大天災預警唔係預言，隨時都可能會發生。末世真係經歷㗎。歡迎收睇《地球大神秘》，我係鄭子誠。大家好，我係 Becky 李碧琪。2025年，日本政府喺唔夠半年發出幾個特大嘅天災預警，包括咗地震、海嘯、火山爆發。如果一旦發生嘅話，全部都會造成毀滅性嘅破壞，導致大量嘅人命傷亡。雖然有好多專家講呢啲預警發生嘅機會率係講緊喺未來20至30年之內，並非一定喺短期之內發生，但係要發生嘅話，就係瞬間之內嘅事，難以走避。日本點解會特別嚴重？香港又係唔係一定安全？日本處於歐亞大陸板塊、北美洲板塊、太平洋板塊同埋菲律賓海板塊交界，地殼運動活躍。而日本政府預警南海海槽同埋千島海溝將會發生特大地震同海嘯，佢哋位置就係喺呢啲板塊嘅邊緣。那麼地殼的話，基本上有大陸地殼跟海洋地殼。那麼大陸地殼的話，它的比重是比較輕，那麼海洋地殼的話比重比較重。這兩個地殼的下面又有一個東西，我們叫做地函，也就是說，大陸地殼也好，海洋地殼也好，基本上就好像是浮在這個地函上面。這個地函的下面溫度是非常非常高的，5、6千度以上，岩石基本上融化了，這些岩漿的話，就會在地球的一些地殼上面一些裂隙，它就會跑出來。海洋一般的深度大概是3000到6000公尺，可是呢，岩漿冒出來這個地方就會形成所謂的中央脊，它就變成好像一座高山一樣。這個地方不斷的岩漿冒出來，不斷的把岩石地殼往外推，因為海洋地殼比較重，它只好往下沉。海洋板塊去擠往下衝到那個大陸板塊的下面的時候，這裡就會形成一個海溝。那麼在這個往下衝的這裡有一個比較低的一個地方，我們叫做海槽。南海海槽位處於菲律賓海板塊同歐亞板塊嘅交匯處，長接近800公里，大約4000米深，由日本東京西面嘅靜岡縣一直伸延到九州島嘅南端，橫跨日本多個縣市。地震專家透過喺南海海槽鋪設嘅海底觀測網發現，板塊運動加快咗。菲律賓海板塊以每年約5厘米速度俯衝到歐亞板塊下面，而累積嘅強大能量隨時可能會釋放出嚟，而導致特大地震同海嘯。而且指出，目前至少3個縣觀察到地震先兆現象。據日本傳媒報道，屆時政府有機會緊急疏散大約67萬人。香港與南海海槽同屬歐亞板塊，香港天文台表示，如果南海海槽發生9.1級地震，雖然地震對香港未必會有太大影響，但引發嘅海嘯有機會會喺大約6個鐘頭之後到達香港嘅東南部海域。香港它所在的地方是在一個花崗岩上面，是很穩定的，地震來當然會影響啊，那頂多就是搖一搖嘛。我發現其實香港的那些大樓其實是鋼骨結構，你如果房子不是用鋼骨的話，那麼真的有這麼大的那個搖動的時候，它是會壞掉的。珠江咧，佢有好多流沙咧，
係經過香港旁邊嘅珠江口流出呢個大海。喺呢個大海裏邊咧，呢個發生地震或者海嘯嘅時候咧，呢啲流沙咧會有一定程度咧係舒緩咗或者疏散佢個力量，咁咧影響係相對咧係會比較少嘅。一本備受關注嘅日本漫畫預言7月5日，日本將會有巨大海嘯發生，有陸地從海底升起，將日本、台灣、香港、菲律賓連埋一齊。呢啲預言又值唔值得相信呢？這種災難預言其實反而也是給我們的一個警惕哦，因為即使不是7月5號發生，其實它的前面都有人禍，在迷路迫害基督徒的時候，羅馬城發生了很大的瘟疫哦。早前喺緬甸有個網紅自稱占卜師喺社交媒體發布咗一則地震預言，後來地震冇發生到，呢個人亦都因散播謠言引起公眾恐慌，最終被拘捕。喺日本亦都有類似嘅情況喎。喺上個月有一個自稱有通靈能力嘅人預言喺指定日子同埋時間喺東京灣將會發生8.3級地震，當日乜嘢天災都冇發生，所以謠言千祈唔好亂信。喺日本有可能發生強級別地震預警嘅地區，仲有北海道東南外海嘅千島海溝。千島海溝喺太平洋板塊同北美板塊嘅交界帶，與日本海溝相連。對上一次發生巨大地震，要追溯到17世紀。監察及研究機構安裝咗150個海底感測器，專門監測海溝型地震初期破裂過程。數據顯示板塊耦合率達到85%，顯示能量累積已經達到臨界點。另外，以 GPS 同聲學測距技術測量海底板塊移動，發現太平洋板塊每年以8至10厘米俯衝。日本面臨另一個巨大天災威脅，就係首都直下型地震。直下型地震係指距離地面20公里內嘅淺層地震。而且震源喺城市嘅正下方，所以可能造成重大災難。首都東京喺1703年有紀錄地震以嚟，發生過8次直下型地震。專家透過 AI 模擬分析，評估喺東京下面嘅菲律賓海板塊同埋北美板塊已經積咗強大能量，可能會引發7級直下型地震。有專家警告，如果南海海槽地震先發生，有機會提高連鎖地震機會率。除咗首都直下地震，仲有富士山爆發。象徵日本嘅富士山，對上一次大型火山爆發係喺1707年，相距而家超過300年。而喺今年2月，喺富士山附近發生過4.6級地震，被認為富士山嘅火山運動再次活躍起嚟。透過 GPS 發現東側山坡每年上升約1至2厘米，山頂嘅表面溫度亦升咗0.5度，而二氧化硫同二氧化碳嘅排放比之前1年上升咗20%。從種種跡象反映，岩漿正在膨脹。日本內閣防災部強調，以目前科學知識，好難透過日期、時間、地點準確咁樣預測地震。但係地震係會隨時發生，所以都應該做足防災準備。其實不論係火山爆發定係地震或者係海嘯，都係同板塊運動有關。而科學家發現，板塊運動同太陽嘅活躍週期又有密切關係喎。太陽嘅黑子嘅活動同埋太陽風暴嘅活動咧，有11年嘅週期。按規律咧，就係2025年係高峰。如果我哋用科學儀器觀察嘅時候咧，經常見到太陽嘅表面咧，我哋叫做日面咧，有好多猛烈嘅風暴。所謂風暴意思就係大量嘅高能量嘅粒子向外噴發，而呢個噴發嗰個中心點咧，主要係一啲所謂太陽黑子。如果呢啲粒子嚟到地球嘅時候咧，就形成一個太陽風暴啦，甚至地磁暴啦，影響我哋嘅地方都好深遠嘅。
有科學團隊研究，太陽風暴引發嘅地磁暴有機會改變地殼岩石嘅電磁特性，影響斷層帶嘅微裂隙擴展。當中嘅超低頻電磁波可能與斷層活動產生共振，從而影響地震嘅發生頻率同埋強度。日本係地震海嘯最高風險之一嘅國家，經過多次大型災難，已經建立咗一套多層次、科學化嘅防災體系。例如地震發生之後5至10秒內喺電視、手機應用程式推送警報；海嘯發生之後1至3分鐘內即時分析海嘯高度同抵達時間。仲有喺好多高風險嘅沿海地區興建10至15米高嘅防波堤，可以抵禦30米海嘯嘅避難塔。大量避難路線清晰標示，確保市民喺最短時間到達避難所。仲有防災演習等等，防災避難嘅手機應用程式提供英文、中文等多種語言作出支援。這些發生的地震，我們知道聖經一直在預言，將來地震會越來越多，那將來那個天災一定越來越多，這個也應該在預料之內，因為聖經已經這樣跟我們講了。我哋唔能夠預測邊日災難會發生，但係我哋可以時刻警醒，早作準備。對於突如其來嘅災難，難免會擔心甚至恐懼。究竟邊位先至係我哋生命真正嘅保障呢？天秋功過，問誰決定？死海古卷之中，以諾書一向充滿爭議。佢冇被納入為聖經66個正典書卷，包括39卷舊約聖經之中。但係以諾書預言內容同聖經吻合，而且詳盡描述靈界正邪大戰。到底以諾書嘅以諾係咩人呢？以諾書嘅眾多預言係咪真係會應驗呢？呢啲預言又同我哋有幾密切嘅關係呢？喺死海古卷當中，有部分相當神秘，喺宗教界之中充滿爭議嘅抄本，現代人稱之為以諾書。以諾書所提及嘅以諾，專家研究指出係舊約聖經之中一名遠古時代嘅義人，佢喺仍然生存嘅狀態之下，被上帝帶走離開人間。而以諾書就係以旁觀者嘅角度記載以諾被上帝帶走之後，與上帝同行嘅300年間所見到嘅異象預言。時至今日，冇人能夠證實到底邊個係作者，呢樣成為以諾書第一個神秘之處。以諾書分為3本，原著所用嘅語言、內容以及成書時間各有不同。當中最受廣泛討論嘅係以諾一書，學者推測成書年代係公元前3至1世紀。以諾書講述有一群天使因為背叛上帝而墮落，後來嚟到人間教導人類唔同嘅超凡知識技能，但同時亦都引導人類陷入奸淫同充滿謊言等各種罪惡當中。後來呢啲墮落天使仲同人類女子結合，誕下巨人，而呢啲巨人殘暴成性，搶奪人類嘅食物，更加會殺害人類同各種生物，令到世界充滿不義同敗壞，淪為人間地獄。於是以諾向上帝祈求拯救世界，上帝派天使將佢帶到陰間及耶路撒冷等地方，令佢見到犯罪嘅下場，以及預言上帝將會以洪水處罰充滿罪惡嘅人類，讓人類可以因此而回頭悔改。可惜人類選擇繼續沉淪喺罪惡當中，所以上帝派4位天使向以諾嘅曾孫挪亞預告洪水滅世，以及指引挪亞建造方舟逃避災劫，並將墮落天使捆綁囚禁於黑暗之中，等候末日審判同埋滅亡。
以諾書嘅內容係咪有啲似曾相識呢？因為我哋喺聖經創世記當中，亦都揾到非常接近嘅內容喎。例如創世記都有提及，以諾喺365歲嘅時候被上帝帶走。後來世上有偉人存在，亦有上帝兒子同人類女子交合，生出上古英武有名嘅人。但係原來所謂偉人同埋英武有名嘅人，就係指無惡不作嘅巨人。於是喺以諾書成書之後冇幾耐，猶太人就對佢非常重視。喺死海古卷之中就有25份抄本嘅內容係同以諾書吻合，當中甚至有希臘文、拉丁文同埋敘利亞文譯本嘅碎片，證明以諾書亦都曾經喺其他民族廣泛流傳。咁呢卷書咧係講到以諾與神同行300年期間咧，佢上天堂嘅經歷。喺嗰度睇到嘅異象同埋獲得嘅信息講俾後人聽咧，就洪水會嚟到啦，有一個嘅彌賽亞佢嚟到會審判世界，人要好好嘅棄惡行善，遵行上主嘅教導。咁呢本書咧，除咗加強咗舊約聖經所教導，而且讓佢哋有一個新嘅盼望。喺耶穌復活升天之後，佢嘅門徒分散喺各地建立教會，宣講耶穌救贖嘅福音信息。喺教會建立初期，以諾書仍然相當受到重視。而喺新約聖經亦有引用以諾書嘅部分內容。不過，我哋喺66卷聖經之中，卻揾唔到完整以諾書嘅蹤跡，亦都不被視為正典。咁到底又係咩原因？如果對舊約嘅正典嚟講咧，一般舊約聖經嗰個作者咧係必須係有歷史期日係真實嘅。以諾書比舊約聖經成典嘅時間咧係比較後，舊約嘅正典已經形成，而且咧佢係假託以諾所睇到嘅嘢寫出嚟，執筆嘅人嘅名字咧係並冇出嚟。嗱，呢個冇擺入正典裏邊都符合一般歷史嘅原則，無法證明以諾書作者嘅身份，更加無法證明佢係上帝默示之下寫成嘅神聖寫作。喺種種考慮因素之下，以諾書並冇成為聖經正典。去到公元2至4世紀，基督教會決定新約聖經內容。咁由於當時以諾書已經唔受當時教會人士重視，因此亦冇被列入正典之內。以諾書自此被世人逐漸遺忘，直到公元18世紀，先喺埃塞俄比亞教會之中再次發現完整版本嘅以諾書。而喺1947年，包括以諾書在內嘅死海古卷出土，創造主令佢喺呢個時候重見天日。係咪想透過佢帶俾我哋啲咩信息呢？就聖經有好多冇講嘅部分，佢加以擴充同埋想像地咧係伸展出嚟。原來靈界係比我哋想象中豐富多元好多啦。第二咧，佢哋覺得呢個世界係會有光明同黑暗終極嘅決戰，人類會面對一個終極嘅審判。末世時代都有一個突出嘅聖人出現啊，會帶人進入一個新天新地裏邊。我覺得咧就係去作為我哋研究新約嗰種歷史背景嘅參考咧，係都有價值嘅。除咗以諾書、死海古卷，更加能夠讓我哋明白同創造主之間嘅關係，甚至明確提到創造主原來將世人視為兒女。死海古卷啦，特別嗰啲嘅聖經類文獻啦，係大概係耶穌嗰個嘅時期前後嘅一啲嘅聖經嘅抄本，超過60%嘅文本咧，同我哋今日嘅希伯來文聖經咧，其實係一樣。但係咧，大概係有40%裏邊咧，其實咧係有少少嘅出入，只不過係一啲嘅字眼上面嘅唔同咁樣。申命記嘅一段嘅經文咧，咁佢講到咧，耶和華嘅僕人喺死海古卷裏邊咧，佢就唔係用僕人啊，去用兒女。咁你話僕人同兒女，咁啊好明顯係唔同啦。死海古卷嘅物料主要係羊皮紙以及沙草紙。嗱，呢兩種紙喺中世紀已經被淘汰。雖然昆蘭地帶非常乾旱，古卷藏喺不見天日嘅位置，但係經過2000幾年歷史，難免損毀嚴重。因此，專家需要非常小心處理，先可以將死海古卷嘅殘片合拼，令隱藏喺古卷入面嘅信息得以再次重現。
為咗令死海古卷能夠回復最佳狀態，以色列文物局專家採用一啲特別修復方法。不過與此同時，修復專家亦都有面對難題嘅時刻。佢哋出土嘅時候已經非常脆弱。當佢哋認為某啲殘片係屬於同一抄本，就會將佢哋擺喺玻璃盤上邊，然後用透明膠紙縫合。不過膠紙亦都會對殘片造成唔少傷害，膠水會滲入羊皮紙上。當以色列文物局嘅修復專家接觸得死海古卷越深，就越發現古卷能夠保存至今，只能夠稱為神蹟。絕對係神蹟。我哋從一啲歷史文獻中知道，部分古卷喺中世紀拜占庭帝國時代或者已經被發現同埋取出，但係嗰啲古卷而家已經失傳或者已經分解消失。咁所以我哋好慶幸咧，大部分古卷喺當年冇被發現啦，直到1947年先至出土。死海古卷係20世紀最偉大嘅考古發現，佢係最早嘅聖經抄本，無論對基督徒、猶太人、一神論者定係全世界所有人都非常重要。And the monotheistic world on whole. 死海古卷能夠保存超過2000年，並冇遺失，亦都冇腐爛，而且竟然喺呢個時候重見天日。佢嘅內容甚至可以完整咁對照聖經提及嘅救世主為人犧牲同復活。呢一啲真係巧合，定係創世主真係希望大家能夠接收當中嘅信息，所以特意安排我哋能夠親眼見到死海古卷，讓我哋去重視關注，從而對當中嘅信息作出反思，並因此令自己嘅生命得到改變啦。我哋將會繼續喺以色列同大家再次探討影響我哋所有人命運嘅課題。睇完今集，如果你想同我哋分享感想，歡迎打嚟人生熱線81008012，我哋會有專業輔導員喺節目播出之後3個小時之內接聽你嘅電話。下一集地球大神秘再見，拜拜。地球上有不解怪異之事物，星空的遠處是誰在引導？尋找當中的偉大故事。